想過關羅湖探平靚正 SPA 嘅姊妹，即刻停落手！羅湖口岸3站地鐵直達，超近超方便。原價318蚊嘅3伏天養生套餐，足足70分鐘陳針濕護理。而家多利斯6周年寵粉，新客只需要148蚊，一次過做齊。正式防脫頭療加肩頸背熱石祛濕按摩，真係一鋪碳回本，超抵超划算。首先天然精油全身放鬆，再加專業頭部刮痧，頭痛失眠肩頸僵硬，即刻舒緩，成個頭頸鬆晒，舒服到秒瞓。重點亮點嚟啦，暖粒粒邊石熱石通經絡，排寒濕散魚肚，打散富貴包，體寒手個冰，宮寒虛胖氣血不足，3伏天黃金調理期，做呢個效果直接翻倍。用料超級良心，意大利進口洗髮水，孕婦都可以用，超安全。恒溫水療深層潔淨頭皮、頭癢、頭屑、帶出油、掉頭髮，通通搞掂。最後精緻髮尾護理，頭髮順滑到爆，做完即刻見效，即做即爽。頭皮超通透，肩頸零壓力，濕氣全部走晒，慢慢瞓得超香超彈。環境更加不用講，異國風高級場景，獨立 VIP 房，高級香薰，間靜私隱，隨手拍，張張都出片。做完仲有免費精美茶點，超窩心。重點全門店通用，想要呢個148蚊超抵優惠，即刻留言 SPA， 即刻約閨蜜過關衝，抵到爆！